统送笔这个举动是有意思的哦。讲总统签署重大法案了后，会甲签署用笔送予对这个法案有重要意义，也者是有贡献的人士，这是国际性的惯例。美国总统签署着法案的时阵，冇这个传统。 立法院253读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伫同一天下晡，蔡总统马上签署。伫签署完成了后，总统府随后就伫网络上公告特别条例正式生效。除了法案快速生效引发关注以外，总统嘛伫大家面前甲签署用的笔送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伊3次弹头第一，然后甲笔放一面地下，将送笔这个举动是有含义的。 用笔去致赠给对法案它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是贡献的人士，好，这也是参考一些国际上的做法。总统这次经送笔不是第一回，去年5月2日，总统签署10月7482号改选施行法，台湾加做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当时签署法案了后，总统手内一支笔就送予同志运动先驱纪嘉伟，同时也阁有附一张纸条啊，写愿爱团结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若是这回甲笔送予防疫大将陈时中，嘛，互这阵啊拢唔敢放松的阿中部长小可露出笑容。